有这样一位歌手，他在年仅11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表演，挣钱补贴家用。他小時候所有的演出服都是媽媽親手做的。你媽咪中唔中意音樂㗎？中意，佢好中意聽 Doris Day 啊，中意聽Nat King Cole、Elvis Presley， 即係 Frank Sinatra 嗰啲歌，全部我老豆都有機會唱啊。有冇一啲地方係你媽咪細個時候帶你去睇你爹哋嗰啲演唱會？有，對面咯。呢度係咪變化好大啊？係啊，變化好大。呢度地牢咧，以前咧，我15歲喺度唱歌啊。原本係日本嘅夜總會，而家日本餐廳。我15歲喺度做。15歲。我好細個出嚟做嘢，唱歌揾錢。我覺得係要俾阿媽、俾阿爸養屋企。以前呢度咧就係海悅酒店嚟嘅，我又唱㗎。唱一晚上可以賺多少錢？唔係一晚㗎，每個月㗎，萬聲咯。以前咧又係夜總會啊，叫做悅世界。咁呢度咧係我17歲喺度唱嘅時候咧，就有人發掘到我去錄唱片。媽媽送你來嗎？唔係送啊，陪我喺度成晚睇我。其實我係為一個兒女係冇乜時間同我媽嘅，因為我最大咧，我一路咧就係出去做嘢嘅。咁到我做咗大人啦，我自己有自己家咧，我一路咧我媽咧同我咧係冇乜溝通，先有少少話通電話啊，或者見下面啊，但係好多嘢係收埋住喺心入邊。咁到我最拉尾見唔到我媽走咧，我冇見，因為我媽走好得意喎。我媽1個月整親，咁我就喺多倫多。3月30飛，3月31號到香港，就我又收到短信喺電話度話我媽走咗。我每一次唱歌係咪紀念我媽？First time I cried for my mom. I don't know why. I didn't want to. I don't know why. Maybe my mom was with me. 所以有時我覺得，無論你有冇同屋企人説話講多唔多，你淨係講一句我愛你，我愛你，你好嗎？你需唔需要我幫你啊？即係呢幾句説話咧，我覺得好重要。他小時候所有的演出服都是媽媽親手做的。他兒時記憶最深刻的一個畫面，就是每天晚上他的媽媽在燈下拿着針線，把那些小的亮珠、亮片一針一針的縫到他的演出服上。後來他成名了，到處奔波演出，為生活打拼着。然而，他再也沒有能夠坐在母親身邊，跟母親促膝長談過一次。其實，所有的女兒都會變成母親，母親也曾經是女兒。今天他要帶給大家的這首歌，他不但要送給天上的媽媽，還要送給自己的3個寶貝女兒。春天已經到了，魯冰花就要開了。讓我們在這個時候對所有的母親衷心地說一句：真的
爱你。掌声有请杜丽莎。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，帶出溫暖永遠在背後。縱是囉嗦，始終關注，不懂珍惜，太內疚。沉醉於音階，他不讚賞，母親的愛卻永未退讓。決心衝開心中掙扎，殘忍終可報答。春風化雨亂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的深圳。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解釋怎麼無盡親恩，愛與寬大是無限，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仍記起溫馨的一對手，始終給我照顧未變樣。理想今天終於等到，分享光輝盼做到。春風化雨亂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顧無言的深圳。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解釋怎可無盡親恩，愛與寬大是無限，請准我說聲真的愛你。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，教我堅毅望着前路，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，沒法
Bravo！老师哭了，老师哭了。谢谢各位老师，各位老师，谢谢各位老师。他真的是强忍泪水唱完了这首歌。谢谢杜丽莎，我们也借杜丽莎的歌声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身体健康，永远平安。I'm sorry. 真实的感觉。I'm sorry. 很好，很好。I was like, I don't want to cry.